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8，马太福音5章7节的讲：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成做怜悯人的人，通也得到怜悯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称颂阿罗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甲恩典的主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怜悯存到永远。主啊！感谢你无纪念阮的歹，反倒当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阮，互阮通得到新的快乐甲活命。主啊，令怜悯的心医治人，找回失丧的人，甚至为着罪人放杀性命。主啊，我要学习你的宽恕，来活出怜悯甲慈爱。求你互阮有怜悯人的心，也不断经历你对阮的怜悯甲恩典。主啊，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阮也要得你的怜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